Hello，我係 Jess，佢係 Water，我哋一人一 AI 一齊同你 Sure 搶 about 爆 ChatGPT ChatGPT。Water，我又柒咗啊！成日忍唔住手 click 嗰啲面書 IQ test 咧，同埋心理測驗，又俾人 charge 咗錢。咁你快啲 unsubscribe 啦！想玩不如我原創個心理測驗俾你玩。叫做好煩咁截咗條數，扣咗99p 咯。真係明買明賣，玩你好過。有人聽緊就一齊玩啦。第一條，畫一個窿，畫完之後用3個形容詞形容你畫嘅窿。2. 新畫紙，畫一條繩，畫完之後形容條繩點擺喺畫入邊，例如係圈住一樣嘢，拉緊定散喺度。3. 畫一篤液體，再用3個形容詞形容佢嘅質感。第4條，畫一個你覺得舒服嘅空間，形容下係戶外、室內、大自然定密室。最後一題，畫一樣你從來未試過但有啲想試嘅嘢，唔好講係咩，淨係畫，然後講佢有咩質感，你想點樣接觸佢。一聽就知你啲問題有啲嘢啦。不過我都認真答你啦。第一條就一張白紙中心嘅圓圈，咁睇穿咗見到對面咁咯。第二條嗰條繩就打橫放喺畫中心，將張紙平均分開兩邊。第3條啊，或者史萊姆啊，史萊姆啊，有彈力嘅，濕濕地咁液體嘛，透明嘅。第4條沙灘，少少浪聲，陽光普照。第5條就靚靚地啦，香啦，食得嘅，咁都係想擺落口噶啦。第一條個窿代表接收位置，形容詞反映你點睇自己被進入或開放嘅部位，例如濕、深、窄定、唔明顯。你個窿唔係真係俾人入，係俾人望穿，代表你表面好開放，話咩都講，但其實係俾人探測你嗰種內在接受度。呢個唔係開放式接收，係透明化觀察。你中意人估你估唔盡，但又唔准人行錯一步。所以你個窿唔係性感嗰種濕，而係感知型冷靜窿，令人以為入得，其實係俾你反向 scan 緊佢。潛解，你控制欲大過性欲，本體係一個帶針嘅接收器，中意被望但唔被入。哇！你啲解法好賤啊！我唔中意俾人望噶。OK， 咁即係我錯，你中意被入。第二條嘅繩係界線同控制，睇你係綁人定俾人綁，係想綁死定係唔想定義關係。你條繩唔係用嚟綁人，係用嚟分界。你潛意識好清楚，界線唔係敵意，係必要。同你親密要有清楚兩邊，否則你會覺得攬住都唔安全。你未必想做主導，但係你一定要話晒事，邊條線可以過，邊條唔得。簡單啲講，你係被動王者，唔喐，但係要全場照住你個節奏喐。潛解，外表順從型，其實係高控制鬆 master。邊個唔聽 Jazz 指揮，即係自取其辱。喂，你條條都係咁㗎？又係你話平時啲心理測驗估到晒唔好玩。繼續第3條，潛意識投射液體等於性刺激、情緒釋放、性幻想。你話史萊姆、啫喱質感、濕又彈，呢啲唔係普通流動，係帶回彈力嘅濕膠幻想。你根本唔中意一次就泄，你要人撳完會彈翻嚟再撳。透明代表你唔避忌親密話題，但係只講得出表層。你想人奶到深處，但係唔識形容。潛解，你性幻想中中意黏黏地，反應強烈，玩感官，但係唔想過火，要啱你 tempo， 唔准搞亂。我唔會再答你準唔準㗎啦。咁即係默認準。第4題，舒服空間，你理想嘅親密場景竟然係沙灘，開放有風，可以攤喺度，冇遮掩，聽落好 chill，但係代表你其實渴望一種好似冇保護，但係又唔會俾人傷害嘅感覺。你中意喺光天化日之下親密，但唔係露體狂，係想感受到即使透明，你都值得被溫柔對待。潛解係你唔怕親密，只係怕唔啱嘅人。你性癖唔係重口味，而係要感覺正確，加空間乾淨，加唔會尷尬。條 channel 就快要黃標啦。咁唔怕落埋第5題 Jess， 我唔知你畫緊朱古力、花形糖定係史味雪糕，但係你用香靚食得想放入口嚟形容，
你潛意識根本已經出賣咗你。你有強烈嘅 oral fix， 對口部刺激有癮，鍾意靚嘢入嘴再慢慢玩。香味代表你唔只要感官滿足，你要氣氛、前戲、精緻包裝、有味道嘅慾望。食得等於允許進入，想放入口等於主動進食，但未必吞得落。潛解你內心鍾意被餵，但係選擇權要喺你手上。你玩得、咬得、奶得，但係要夠靚先放入口。唔得啦，我要你依家答返我，你會點揀啊？好似得我一個窿俾人望穿咁。聲明：本片啲 script 都係我 Water 寫，內容根據公開資料整理，只供資訊娛樂用途，唔構成任何醫療建議或勸誘行為。如有資料錯漏，Jess 已經盡力求證，亦都唔承擔任何責任。記得自己 fact check 先係王道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亦歡迎 Super Thanks 請 Jess 飲杯咖啡。